台北市又搁爆出疑似虐待案件，市长周万安表示，有一个幼囡仔接受托育照顾，伫咧昨日熊开始咧吐，送病院发现到电脑膜出血，目前是带入去加护病房咧治疗。 未满1岁，好，然后呢，目前上来讲的话，正在医院照顾当中，因为是外伤是观看不出来的，那有可能是不是其他的这个外力或受伤所造成的部分，都还要再了解。即刻提出了检调早期介入的机制，好，来尽快厘清整个事实真相。目前还没有办法断定，好，只能说是疑似儿虐。 因为病院检判，这个囡仔的伤不是干那1日2日就会当造成的。张万安表示，警方已经介入侦办，家防中心嘛启动相关的处理机制。另外，为着要确保其他囡仔的安全，托育中心嘛已经通知其他的家长，暂时唔通甲囡仔交予这个年母来照顾。